台南市有超過30位的機關，無分黨派做伙來聯署成立南英族語復振連線，要甲台南成做台灣的台語首都，也要甲台語來推動成做台南市的通行語，希望透過這官方的行政系統、學校教育等4大方面來推動。台南市世界的台語中心。大聲發出口，高展現決心，要給台南成做台灣的台語首都。台南市議會日到下晡，有超過30位議員來聯署，除了成立南英族語復振連線以外，也甲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以及台灣官方語言制定會議來宣示，要透過公部門行政系統、學校教育、生活空間甲文化經濟生態系，全面來復振台語，實現語言平權，也給台南成做世界的台語中心。會使為家庭的這個母語，一直到學校，一直到社區，甲咱這個官方的這個系統來成做一個系列的一個連線。咱議員佇個議會咧質詢的時陣，攏會使盡量來用台語啦。咱會使互台語慢慢啊，唔通講敢若就是佇個一寡較正式的場合，攏無用台語，攏一定愛用國語。學校老師無講台語。長輩是大人都唔敢甲囡仔講台語，哦，因即擺若知影講，咱台南學校老師用台語咧帶囡仔咧教冊，佇厝內底，擱甲囡仔講台語。對公部門開始帶頭講台語，推動沉浸式嘅台語教育，甚至甲路牌地號名攏用台語來做，打造全面嘅台語環境。這項台語首都計劃拄起步，要行嘅路也真長，不離個唔那台南市民真期待，就連日本人也真認同。我們是只有在網絡上學習而已，所以我們的日常生活上是那個沒有學的機會，所以我們覺得，如果可以一起活動的話，我們的那個台灣的生活是越來越豐富的。因為囡仔大漢以後，即馬大家攏講華語嘛，所以囡仔就開始互伊接觸有這個環境是真重要。但立軍表示，台南市6歲以上的人口有95萬人講台語，不過12歲以下平時有講台語的囡仔數敢若7%多，主要的原因就是無一個講台語的環境。在個記者會頂端，台南市長吳偉天嘛打勁，會全力配合，讓台南成做台語首都。記者李新武、柯家族、柯超陽，台南採訪報道。